新疆和田市一公安派出所在18号中午12点左右遭到一伙暴徒袭击，暴徒冲进派出所袭击民警，劫持人质并实施纵火。公安武警迅速赶往现场，当场击毙了数名正在行凶和负隅顽抗的暴徒，成功解救了6名人质。而截至到下午1点30分，事态已经得到有效控制。那么事件当中，1名武警、1名联防队员牺牲，2名人质被害，1名联防队员受了重伤，后续处置工作目前仍在进行当中。而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国家反恐办已经派出了工作组赶往新疆指挥处置工作。那么有关这起事件，我们要立刻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部主任、反恐专家董曼远先生来我们分析。董先你好。你好。董先，你怎么观察这次发生在新疆和田市的袭击事件？首先呢，这是一个经过精密策划、周密策划、精心准备的一起这个暴力恐怖事件。那么呢，它是东突反华分裂势力想要借助这7·5事件2周年刚刚过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么呢，来发动这样一次恐怖袭击。那么他们呢，想要通过这样的恐怖袭击企图破坏那么近2年来新疆这个民族团结的这个大好局面，破坏呢各省市自治区呢大家都来援助新疆建设发展这样一个努力。那么呢也就是想要阻碍这个新疆的这个跨越式的发展，同时呢借此机会显示他们的力量，然后企图争取呢更多的所谓的国际支持。但是这个行动本身呢，进一步暴露了东突势力的他们的恐怖主义的本质，也使更多国家认清了他们这个本质。我要在这里指出是，他们这种恐怖暴力活动这是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包括维吾尔族人民的这个反对。那么他们这种做法呢是违背了各族人民的利益，同时呢他们现在这个做法是很难达到破坏民族团结破坏这个新疆的跨越式发展这样一个目的。应该说这种行为今天结果已经出来了，是注定要失败的。应该说这是东突反华分裂是一个绝望的反抗，好的，一个绝望的一种努力。好的，就是这么个情况。好，谢谢董先就这次发生在新疆和田市的恐怖袭击事件为我们所做的分析。